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电诈，聊一聊反诈。前一阵子那个最大的杀猪盘的幕后黑手啊，或者叫操盘的，叫陈志，被美国司法部啊给起訴了，资产啊遭到各国的查封。这个事情也引起了这个大家热议。我们今天啊，主要不是聊陈志，是聊一聊国内的这个反诈。前不久啊，有个律師啊叫周小優，他說啊，他呀前一陣子去這個山東東營出差辦案，到了東營之後啊，他在那兒辦案大概10天半個月的，然後他突然在辦案過程中啊，他得知啊有一個外地的朋友要結婚，然後他就想着啊，過去幾天啊，去當地參加朋友的婚禮。那參加婚禮呢，他需要給人包紅包啊，於是他就想到這個東營啊，那個建設銀行東營東城支行去取現金，結果他就遇到問題了。這個銀行的櫃員問他啊，取現金是什麼用途？就是你取錢要幹嘛？這個律師啊，當時就懵了，因為他的腦海裡面啊，他的印象中啊，人民銀行規定的是你要取5萬以上才要說明用途。沒想到啊，他取這點錢啊，還要告訴他這個用途，因為他是律師嘛，他就啊認真起來了啊，就是不告訴他們這個用途，還跟櫃員啊這個掰扯啊，說低於5萬元，根據央行的規定，我沒有義務說明用途，但是櫃員呢說必須說明用途，否則沒法取現。這個櫃員的領導啊，還告訴該名律師說，我們這裡的規定，取現1萬元以上就要說明用途。這個律師一看沒辦法，這麼僵持也不是個事啊，你不說人家就不給你取。然後律師就說啊，那就是個人消費吧。那律師意思就是我退一步啊，我就編一個個人消費。結果櫃員說啊，你要具體說清楚是什麼消費，買什麼。這一下呢，律師就火了，這是我自己的銀行卡，我買什麼東西關銀行什麼事？說建設銀行，你們真的是過分侵犯個人隱私了。然後這個律師啊，他就開始說實話了，乾脆啊，我就告訴你幹啥，說我這個啊是給朋友結婚呢，包紅包用的。然後這個律師啊就看着櫃員在電腦上操作，問是不是系統裡面沒有包紅包這個選項。然後櫃員就說了啊，他說是的，他說現在啊只能讓反詐中心和你核實。然後這櫃員又問他能不能啊跟你家人核實嗎？這個律師呢就心裡更火了啊，那感覺這個錢我自己的錢還不能花，難道我看着像未成年嗎？難道我看着像00後嗎？然後說更離譜的還在後面啊，這個櫃員又問這個律師啊，他說上個月某月某日有個叫某某某的人給你轉了若干元，這筆錢是什麼？這個律師就怒了啊，說你是公安局嗎？你對我刑事立案嗎？我有什麼義務向你匯報？顯然啊，建設銀行這麼問呢，已經不僅僅是侵犯個人隱私了，而是赤裸裸的把公民都當成犯罪嫌疑人來審問。這個律師認為啊，建設銀行先默認每個儲戶都是犯罪嫌疑人，然後要求每個儲戶自證清白。最後這個銀行的櫃員啊，跟這個律師說啊，說我們已經打電話給反詐中心和派出所。萬幸的是啊，當時啊電話沒人接，就派出所的電話沒人接啊，現在只能讓反詐中心出警來向你核實，也就是啊銀行報警了。該名律師說啊，你們為了這點事就報警，那我就等着。櫃員說我們沒有報警，是讓反詐中心出警。報警和出警還有什麼區別是嗎？這個確實有點繞啊。銀行的人說我們沒有報警，只是讓反詐中心的出警，怎麼看都是一個意思啊。於是啊，這個律師啊就在建設銀行乾等了半小時，但是啊反詐中心並沒有出警，也就是沒有派警察過來。那這個律師就說了，我不能一直在這耗下去，你們要我等到什麼時候呢？如果你們報警了，我就在這裡等，否則你們誣陷我跑了。但如果你們沒有報警，那我就不取現了，把卡還給我，我現在就走。這個事鬧得挺大啊，在銀行裡引起了很多人圍觀呢。其中啊，這個圍觀群眾中有一個中年男子說啊，勸這個律師啊，說銀行這麼做也是為你好。這個時候啊，銀行又出來一個領導說我們沒有報警，問律師啊，你還取不取錢？結果這律師說我不取了，於是銀行就讓他走了。這個律師啊，事後把這事情發在網上了，然後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啊，很多媒體啊開始報道。這個大河報報道啊，大河報和這個中國建設銀行東營東城支行工作人員聯繫上了啊，說這個東營市反詐中心規定，
取現1萬元以上，都需說明取款用途以及資金來源。這邊核實比較嚴格，主要是為了防範用戶資金被詐騙。關於這個儲戶啊，到銀行取錢，經常被阻攔，然後以反詐的名義，对吧？盤問，最後讓你要提供很多證據證明。我們看过很多報道，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啊，確實由於銀行的盤問呢，然後報警，警察來了之後，把這個受害者，對吧？這個轉款的行為叫停。哎，這種報道也挺多的，至於哪個更多啊，咱這個沒法統計啊。確實我們也看了很多媒體報道，對吧？那警察來了之後，死乞白賴的跟這個受害人講道理，說你這上當受騙了。那受害人說你別管我自己的錢，我想往哪兒匯往哪兒匯。最後有的時候警察沒辦法跟蹤他，對吧？最後這個受害者啊，抱着一堆錢，鬼鬼祟祟的到一個面包車，然後警察上去一网打盡啊，這個報道都有啊。我想說這什麼意思呢？你看啊，這個就是反詐，反詐給大家帶來這個非常不便，不光是給儲戶啊，實際上給銀行、給很多這個警察都帶來很多工作。我相信啊，這個銀行肯定是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尤其那些柜員、銀行的那些小头目啊，他管得這麼細，他1分錢獎金也不多，他為什麼這麼管呢？層層加碼。事後啊，這個反詐中心啊甩鍋給銀行，他說啊，這個問取款的用途，這個是銀行自己規定的。那反詐中心的意思就是，我們只讓這個銀行啊提醒儲戶，對吧？不要被騙，就這意思，不能阻攔儲戶取款。這個銀行也冤啊，那反詐中心冤不冤呢？反詐中心更冤呢，下了這麼大的功夫，出了這麼多的力，但是你看電詐啊，是不是屢禁不止啊？方信未安。後來我看這個律師啊，又轉發了一個人行的通知，因為這個事情鬧大了嘛，有媒體關注啊，輿論都在關注這個事情，所以這個不知道這個真假啊，說人行發了一個通知啊，根據上级要求，結合我市維護穩定大局的實際需求，請各銀行從11月5日開始，除根據反詐法要求的辦理各類業務過程中履行告知、提示、提醒、警示職責外，家屬核實用途以及找公安機關核實用途環節暫停。什麼意思呢？也就是按照反詐中心的意思，对吧？你只是提醒這個儲戶啊，你不要被騙，你這錢不要往哪兒轉，就是提醒啊。這個你匯款的那個人你認不認識？那麼向家屬核實、找公安機關什麼報警核實這些不要搞了。辦理各類業務過程中不要過度防控，引起群眾不滿，爭取做到无感防控。請各銀行務必在今天下班前通知到所有网点，明天開始執行。就是這個律師啊，他在網上把他的經歷啊發布出來之後，引起媒體關注，引起輿論的關注啊，得到這麼一個效果，叫無感防控。這個反詐啊，給群眾啊帶來了很大的不便，有作用，但是這個作用和給群眾帶來的不便哪個更大？還有啊，我今天看一個博主說啊，他說他也是個律師，好像他是做香港什麼上市業務的，也就是類似投行啊，投行業務裡面負責法律這一塊的。那麼他就跟海外有很多聯繫啊，然後他說他有一次啊上飛機之前接到一個境外的電話，是他的一個客戶，是摩根香港那邊的一個合規部的大姐，用的是座機啊給他打的電話，他們在討論啊一個項目上的問題，然後順便說點這個什麼啊，就是其他的事情啊，時間長了一點，電話一掛，他就上飛機了。上飛機大家知道那就得關機啊，結果這一下惹了大麻煩了。他在飛機上啊，手機關機這個期間啊，他所認識他的親屬啊都在焦慮啊焦急，怎麼回事呢？他說他一下飛機之後把手機一開機，感覺天都塌了。首先是他的父母給他打了無數個電話，都是未接嘛，而且還發了好多微信，問他在哪裡，到底怎麼回事，問他為什麼不接電話，他趕緊給他父母打過去啊，他才知道啊，原來啊驚動了反詐96110。在他接到那個香港電話後啊，實際上在他掛完電話之後，人家反詐中心立馬就給他打電話，結果他手機關機啊，他在飛機上，所以這一家反詐中心就更認為這個人肯定是上當受騙了，是高危人群了，那就更着急啊，所以人家啟動了緊急預案。什麼緊急預案呢？當地派出所啊，警察到他家裡敲門找他，結果家裡沒找到人，他在飛機上呢，那就更加緊急了。然後這個警方啊聯繫上他的愛人，給他老婆打電話，而他老婆呢說當時正在
開會，也是巧啊，恐怕開會的時候會議氣氛比較緊張。大家都知道吧，警察打電話都是座機啊，那很多人恐怕都有这個習慣，一看那個號碼不正經啊，是座機啊，或者是对吧？那有的手機號是搖什麼開頭的，你一看就是廣告電話就不接，對吧？正好開會啊，他就給掛了。那這下更麻煩了，對吧？那警察就更着急啊。於是這個電話就打到他父母那兒，結果把這個事主的父母給嚇壞了，以為你看警察找上門啊，而且說有可能是被詐騙。說實話啊，這父母恐怕連警察打電話都認為也是詐騙，本身就是詐騙，所以趕緊給他打電話核實，結果電話打不通，這樣更着急啊。等到這個事主下了飛機啊，連續打了幾個電話才聯繫上，然後他媽呀這才放心，趕緊啊讓他給96110回電話，如果不回後果非常嚴重。於是這個人就給96110打了電話，接電話的這個一個女士啊，說劈頭蓋臉的把他批評了一頓，說為什麼接了境外電話後要關機什麼的。那這個人很生氣啊，他我也沒做錯啥，然後就跟人掰扯啊。對方說啊，我們也是為你好，怕你被騙。他這個坐的飞機不知道多長時間啊，如果是3小時，那他家裡人就擔心3個小时，對吧？如果是1個小時，那家裡人就擔心1個小時。你說這是怎麼？你這從哪說起呢？關於接到這個反詐電話，我是親身經歷的啊，我在以前節目說過的吧。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個詐騙電話，我一看啊，那個電話號碼不正經，前面一大串，然後我一接電話，他那個說話聲音我就知道這是個騙子。但是我為什麼要接呢？其實我跟很多人都一樣啊，我手機只要不是那個存在我手機電話簿裡的那個電話打的，我都根本就不急着接，尤其是座機，尤其是那些不正經的號碼156什麼的，我不認識這樣的人，我一般不接，我不管他。但是那一天呢，我正好沒事啊，無聊，我就知道這是詐騙電話，我就要聽一听他怎麼詐騙我，看看能跟我說點啥，所以我就接了。接完之後他說好像說你是不是在京東上買了個什麼東西啊？我說对呀，真的是啊。他說哎呀，他說是這樣子的，但是是怎么誤操作，說你這個啊訂了我們一個欄目還是什麼包月吧，說1個月900多，他說這是我們的誤操作，你配合一下，我們幫你取消掉。我一聽就知道他肯定是詐騙了，然后我就說不用客氣，我说你就扣吧，1個月900多不多。他說1個月900多啊，你1個月1年要1萬多啊，你這個是我們這個誤操，是我們的問題啊，你配合我一下，我把它取消掉。我說不用啊，好不容易訂上了，你就扣吧。然後你這個人怎麼這麼軸呢？我說沒關係，你別客氣啊，你就扣，到時候扣完了我找這個京東。然後他沒辦法啊，只好那他說隨便你吧，電話掛了。結果這邊電話剛掛啊，那邊馬上來個電話，那電話是010開頭的，是我們家附近的那個電話號碼。那我一接啊，那邊就是警察。他說我這是反詐中心的啊。他說你剛才是不是接了一個什麼境外電話？我說對啊。我說你怎麼知道？哎呀，他那是詐騙電話，他跟你說了啥？我就跟他隨便說了一下。他那你知道是詐騙是吧？我說知道啊。他就問我啊，你們家在海外有沒有親戚？我說沒有啊，沒有啊。朋友呢？我說也沒有。他就說了，那以後啊，只要是海外電話你就別接，10有8九是詐騙。我估計很多人啊，恐怕都接過這樣的電話。我想說的是，就是反詐中心啊，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，对吧？攔截，那他要監控那個電話呀，完了這個他不是監控電話內容啊。從他跟我的對話，我知道你通話他沒有偷聽的，要偷聽了他不會問你啊，他只是知道你這個境外號碼跟你通了話，對吧？這個他知道，然後他馬上打過來找你，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啊！但是效果呢，這是雙刃劍，對吧？我相信他也能阻止一部分這個受害者，是吧？上當受騙，但是更多的是引起了很多這個不必要的麻煩。中國新聞週刊啊，前2天報道說，一名醫生啊在做手術的時候，手機突然停機。近日，一名醫生在問政湖南平台反映稱啊，其中國移動手機號莫名因涉詐停機，被關停20多天也未能復機，無法與病人取得聯繫，對其工作生活造成極大困擾。11月6日，當事人楊女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，她和丈夫都是湖南省懷化市一家醫院的醫生。10月12日，其丈夫在手術台做手術時，手機號突然因涉詐被停機，前往當地營業廳查詢得知，由於其丈夫手機號歸屬地為長沙，該地的營業廳無權處理異地號碼，需本人攜帶無犯罪證明前往號碼歸屬地辦理復通。隨後，他們通過中國移動 APP 線上申訴，預留了楊女士的手機號作為聯繫方式。然而，楊女士的手機號也隨即被關停，理由
都是使用異常。你看看，這還株連九族呢，還一網打盡。也就是她丈夫的手機號啊涉詐被停機，然後在 APP 上申訴啊，那得留一個聯繫方式啊，留了他老婆的，結果他老婆的也被停機了。杨女士啊，多次向中國移动官方客服熱線10086申訴後得知，其手機號有涉詐風險。據其提供的通話錄音，一位10086客服稱，停機或許與楊女士打電話頻繁有關，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，暫停了其通信服務。楊女士解釋啊，頻繁通話與其工作性質有關，她要與病人聯繫。另一位移動客服則告訴她，其手機號碼被系統模型監測到是終端異動類型的模型介入，屬於涉詐治理停機，無法辦理線上互通，必須本人前往指定的2家長沙線下營業廳才能辦理，而且還帶上很多證明啊。我就想啊，無論是银行卡取现，对吧？无論是電話卡這些跟電詐密切相關的這些設施吧，讓我們感覺到啊，這犯罪分子他取現他轉款那麼容易，犯罪分子打電話，你看看我們天天都接到這個電詐電話，但是正常的人打電話就出這樣那樣的問題，對吧？你的卡被停掉了，對吧？你的這個銀行卡取不了現，凍結了，為什麼？為什麼感覺就是總是在誤傷好人，对吧？壞人一個都逮不住。在我們的印象裡，對吧？那壞人更好抓呀！你說那壞人打電話，這個電詐分子打電話，他一個號碼一天打多少個電話？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？有很多網友說啊，這個咱們現在無論是銀行卡還是電話卡，都是實名制。我們實行實名制的時候，本來是為了預防電詐、打擊電詐，結果實行了實名制之後，電詐更加猖獗，咱們這個更容易受害，因為我們的信息完全暴露給了這個電詐分子，而電詐分子卻躲在後面無從知曉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個電話卡實名制到底是打擊了犯罪呢，還是協助了縱容了犯罪，幫助了犯罪？這個值得商榷啊！現在詐騙分子啊，比我們自己還了解自己，對我們的信息掌握的是，对吧？非常全面。平心而論啊，我認为政府在反電詐這塊這個做的太多，但是效果要打個問號。什麼叫做的太多呢？你看啊，這個給人民群眾啊生活帶來不便，這個剛才說了3個例子，我想大家都遇到過。這個還不算啊，我們為了打擊電詐，先是在那個很多村莊啊牆上刷標語，說電詐是違法的，什麼意思啊？就很多老百姓居然不知道電詐是犯法。你看看啊，那個陳志的那些福建老鄉，對吧？這成群結隊的到柬埔寨投奔這個陳志，很多人就不知道這犯法；第二，很多人知道這犯法，就是你能把我怎麼樣？就這種心態。所以很多地方啊，像福建、像陳志老鄉這樣的地方非常多啊。國內那搞電詐的都是一個帶一個，所以警察沒有辦法跑到他們家鄉去搞宣傳，說電詐是違法。有的刷啊，一個電詐全家羞恥，對吧？還有什麼？還有在人家牆上啊，拿紅筆啊刷上紅漆啊，刷上這個某某某是電詐分子，哎，這種非常多啊，你可以看報道啊，就無所不用其極啊。還有你電詐把你父母的養老金給那個凍結，對吧？你電詐你孩子不讓上學，搞株連九族，對吧？至於這個涉詐的銀行卡、電話卡凍結停機，對吧？這個那是更多了啊。也就是說啊，我們對打擊電詐這個做的不是不夠，而且是過了。那為什麼沒有效果？這個緬甸軍方是吧，也把那個 KK 園區啊給搗毀了。緬北的那個果敢是吧，那些幾大家族也都審了是吧，槍毙的槍斃，无期的无期。但是这個電詐並沒有絕啊。從這個他們搗毀的這個現場來看啊，他們詐騙的對象都是華人、中國人，少量的啊有韓國人對吧？還有什麼美西方的人也有，但不多嘛。他們主要目標還是中國人，那是為什麼呢？這裡面有幾個原因啊，對吧？你看，一個韓國人跑到這個緬甸是吧，被騙，在那兒從事電詐，這韓國派特種部隊去啊，那個李在明還放出豪言是吧？類似於什麼放我強悍者，放我高麗，雖遠必誅。大概這意思吧。那美國更狠了，對吧？直接把它資產凍結，哎，然後新加坡啊這些地方都紛紛啊跟進。哎，你要說咱們不管吧，你緬北抓了多少人槍斃啊，對吧？那4大家族都斃完了吧，為首的对吧？已經差不多槍斃完了，也夠狠的啊，你不能說不狠。那為什麼這個電詐越搞越烈呢？而且老百姓越來越不滿意。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再仔細想一想啊，這個你把緬甸的這個 KK 園區，對吧？緬北給搗毀，人家又跑到別的地方去了，轉移到這個
印尼、菲律賓，還有轉移到阿聯酋的，還有轉移到東亞的，這個中亞。北京日報報道啊，說上個月緬甸國防軍對該國邊境地區的電詐園區開展清剿行動，克倫邦的 KK 園區等電詐據點遭受重創。然而，媒體最新披露顯示，此次清剿未能實現斬草除根，部分被打散的電詐從業者已開始再就業，也就是那個軍政府跑去查抄一遍之後，沒過幾天啊，又開始恢復營業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你把海外的這些據點、這些園區全給它搗毀，有什麼用呢？這個電詐最大的據點土壤是在中國，你在國外那就是打地鼠啊，這兒冒頭跑這兒打，那兒冒頭跑那兒打，動用外交手段，動用各種手段去，這個也可以啊。但是你把這兒摁下去，那兒就出來了；那兒摁下去，這兒就出來了。治標不治本，本在哪兒呢？本根子還是在國內。我們長期的這種洗腦教育啊，導致很多人呢根本分不清，再加上貪婪、恐懼，但主要還是貪婪，洗腦教育的，導致什麼呢？導致這個詐騙分子啊，很容易從咱們這兒騙到錢。實際上，我們現在啊，既然用盡了各種辦法，都沒有辦法杜絕這個電詐。實際上，電詐它是一筆經濟賬，我們要用經濟的手法來打擊電詐，對吧？你用其他手法不行嗎？實際上越搞越多，而且是怨聲載道。什麼叫經濟手法呢？就算筆賬啊，咱們也不清楚這個賬是到底什麼樣，咱們只是舉例子啊。你比如說啊，這個電詐園區，他要招一個人去在那從事電詐，不是不給錢的啊，人家還發底薪啊，對吧？那陳志招到他老鄉去，包括现在 KK 園區啊，招人去電詐都是發底薪的。我看有$1500一個月啊，有的$2000一個月，這底薪呢，完了之後你要有業績，還有提成，對吧？不同的提成這個模式，電詐肯定是賺錢嘛。既然他園區，對吧？他還要租新鏈，或者他要通過非法手段從雲雲山的拿，這些都是費用啊，都要錢的，也就是說成本不低，再加上一個人一個月給他發$1500，這至少這底薪。那如果這一個人一個月啊，他就達不到這個$1500的業績，那他就這個人就是賠錢的。雖然說這個電詐園區他也有一套管理辦法，逼你去，對吧？給你加 KPI， 逼你去完成任務，完不成就揍你。但還是你電話的那一頭啊，詐騙對象太容易得手了。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？要增加它的難度，對吧？讓本來的一個人一天啊能詐騙到一個對象，現在讓他一天根本就詐騙不到一個對象，一個禮拜才能詐騙到一個。那這樣的話，他一算下來，這個人就是賠錢的，你就把他打死，對吧？你怎麼懲罰他，他也賺不到錢。我在想啊，這個美西方人也會上當，對吧？也有詐騙，但是為什麼他們不集中去詐騙那美西方這些人，或者日本的，或者韓國的，還是就是騙他们難一點，難度高一點，成功率低嘛？這樣的話，它的經濟效益不好。只有詐騙咱們經濟效益高，對吧？投產比高啊，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加大教育吧，加大教育，然後讓這些電詐分子啊詐騙我們的時候，它成本也很高。上當受騙的人越少啊，那個電詐分子的詐騙難度就越高，越高他就越搞不下去，不可能這麼大規模的在那搞園區啊，幾百人、幾千人、上萬人在那說。緬甸大概有10萬人從事電詐，都是面向大國的，不是他們詐騙分子多，而是我們傻子太多，騙子不夠用。所以我們覺得降低傻子的濃度，降低傻子的濃度怎麼辦呢？只能通過教育、宣傳、引導。我看很多小區門口啊，一進大門的時候，那個保安室那大喇叭就在喊，对吧？不要給不明的人什麼匯款，什麼防詐知識在那兒啊，這些有用，但是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。根本問題還是要提高大家獨立思考的能力，不要老幻想着買個這個買個那個馬上就能發財啊，每天就有幾千幾萬的利息。我們在這方面宣傳太多，我們還有一個洗腦教育，就是說反制教育太多。我們的教育裡面，對吧？還有一種就是過重的看重這個錢財富，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在宣傳這些啊，你買個這個買個那個馬上就能發財。所以我覺得啊，我看来看去啊，歸根結底還是教育，對吧？停止洗腦啊，多一些邏輯思考，多一些獨立思考，多一些逻輯教育，否則你這個電詐啊是沒辦法解決，只會以後啊雞飛狗跳。你只有做到什麼程度呢？做到這個緬北電詐，你讓他你就開放，對吧？你別去管他。緬北啊，還有這個 KK 園區，你就讓他公開詐騙，他就詐騙不了了，因為他這個賬算不過來啊，他投產比不合適啊，他自動會關門，對吧？陳志他也不是慈善家，難道是真的慈善家嗎？他要賺錢的。當陳志們盈虧平衡點越來越高的時候，那自然就把門關了，他自然就改行幹別的去了。所以我們應該是兩手抓吧，一手當然要打擊了，你不能不打擊，還是要打擊，但是打擊的時候不能影響正常生活，不能
能影響正常的经濟秩序。那另外一时候就是教育，我觉得教育这个更重要。整个社会啊有一种风气，就是不劳而获，什么投資，什麼理財，對吧？這種蠱惑人心啊，讓很多人本來就是大寶貝，被你這麼一宣傳，他就相信啊，我去買個這個買個那個就能賺錢。還有一個是恐懼啊，人性的弱點呢，一個是貪婪，一個是恐懼。那恐懼主要是來源於什麼呢？不透明，不公開。那老百姓為什麼擔心？為什麼害怕呀？那犯罪分子就是利用這一點。所以我一直說啊，這個美西方為什麼電詐少呢？它不是說沒有詐騙啊，也有詐騙啊，但是它沒有不像我們這樣，對吧？這麼普遍。你要讓那個 KK 園區啊，他們集中的去詐騙美國人或者英國人，他就很難，他搞不到錢，虧本。所以人家集中詐騙咱們中國人是有道理的，效益好啊，收益高啊。所以還是要通過教育啊，消除人的這個恐懼心理，然後呢，也要淡化人這種投機取巧，所謂的投資啊，對吧？要多一點這個邏輯教育，多一點獨立思考。你只要降智教育，那這個電詐啊，這只能是越反越多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